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来读这个1980。1980这个小说，我感觉是真精彩啦吼。啊，当然我无在聊读英语的，所以我敢若有在。安尼，我淡薄时间，我来甲迄个连接分享一下，等我一了。当然，我伫迄个 YouTube 顶我开一个直播啦，啊，有兴趣有缘也看会到。可能无啥伫咧放送，所以毋知走去对啊，总是无要紧啦。反正我就讲，这拢算我家己伫咧读趣味、读心血、读欢喜。OK， 好，我弟弟，毕竟即个啥，大部分的声音拢是伫咧 Clubhouse 即大家啦，所以。这时间可能嘛是以 Clubhouse 家来为主吧，最主要这个报上的是什么货？阿妹儿，那哪儿算啥子长大嘛？就是你习惯了自己。没有办法，我打这个，我来打这个连接。顶管这个连接是有推荐的这个台湾百合，台湾百合这个戏出我感觉。大抵咱来甲看者，因为我感觉伊含迄个叫做啥，1980有一寡对应的关系，就是拢是迄种极权的社会啊，毋敢面对真实的家己迄种环境社会，所以大家就淡仔咧真虚假、真好假就对啊。所以我感觉这毋是介理想，所以会使参考看卖啊。然后，原则上是安尼啦吼。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。大概到一个段落的时阵，就是会读即个叫做《日火闪逝》，即《日火闪逝》内底，伊讲100首啦吼，可能读无几首，我毋知影。即个1980，敢若读到100届，我毋知影。总是会使讲参考安尼。啊，然后《日火闪逝》。进前就读即个1980嘛，然后我要甲一寡条内容、一寡连接做一个分享，因为台语网络顶悬是不了侪资料啦，啊，爱知通去倒位找，或者是有人牵教。当然，你若有一寡原理原则了，应该你要家己学习，我那嘛会使，因为毕竟是家己，才知影家己到底要啥。当然，当一开始你毋知来沙无，迄是难免啦。啊，总是，搁要讲的，你有啥物兴趣？对戏剧、对运动，或者是对文学作品啥？啊，这工具学到手了，你自然就会使去找迄方面的资料嘛。所以我就讲，都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寡册啊。啊若9点进前咧。9点进前，水我就咧读即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，还有啥物要分享？大概就安尼吧。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安尼。啊，若伫即个 YouTube 顶悬，就是直接伫迄个啥算信讯栏，啥物hiệu，我嘛毋知迄个要安怎称呼。反正就是，敢若会使看到真侪资料迄个部分吧。所以若有兴趣，可能就是网参考安尼。我看卖有啥物物件会使来分享，还是啥物货？我无真确定咧。那边我做啥物动作 ？copy 对 ，copy 去啥物所在？copy 去一个会使放送的空间，还是啥物货？去一个所在好啊，我去搭一个所在，我无法搭，唔知影。因为当初啊，无真确定到底是电脑的问题，还是网络的问题，还是人的问题，唔知影。所以就是1980。
305页。好，安尼，你就来读咯。好，来甲读落去。啊，看会到应该就是迄个305页，不过305页我应该是读到后壁啊，所以这可能会使小退一下安尼，小退一下。好，应该是这。好，我继续来读。那顺遂第3本小说，先读到尾声。你讲到迄个艺厝长甲丽子吼，有一天住伫丰原镇的明子，撒几啊本册去成功岭的新兵训练中心，交予当地做教育排长的方雄。代志办煞，打电话予丽子讲要去因兜行行咧。丽子对喙随应好，嘛交代顺线来食昼。电话挂断了后，丽子坐伫碰椅，哪啉茶有淡薄懊恼，家己哪咧想，明子是一个无大无细的三八子，迄支喙真厚晶体屁受人，讲着无三句话，就随要甲人修理、口洗，照用迄款比饭时罄搁较毒、的话语，直透甲人围落去。上项的是，伊讲的代志，定定比87啊较碰风，咬话唬人。用即款步数，哪变哪吓人。兄弟姊妹啊，若讲着伊，拢害头，就惨袂爱甲伊交插。伊阁是一个好神贪甜，阁无站杂的小查某。伊会醒来找我，毋是我有啥通吓伊会倒的学问甲本领。颠倒是一直有大包细包的等路，通早转去甲翁查某囝厝边头尾点通神尔，正经是无臭无潲的傲亲者。阁有上界杜烂的是，因哪搬物件哪嫌我怂壁壁，对袂着时代，袂晓装塔、配衫甲穿插，踢笑我是一个无水准，阁毋捌社交礼仪的厝长娘，愈听愈硬心，就想要举扫帚头甲呼出去。青定平定，听到巷仔外有开车门的声，应该是一颗个人的破麻狗啊。丽子激一个笑容，凊面对明子讲：拄好12点正，先入来啉茶。坐落去碰椅，还袂谈着后仔内的茶汤，随有听到煮饭的阿婶在迄厝长娘会使招人客入来饭厅啊。伊爱叫你厝长夫人才对，他会叫你厝长娘咧。还袂当知，随听到明子伫教示讲，遮毋捌礼数的查某囡仔爱叫伊转去食家己。莫遐交病，好毋？丽子拄碗递互明子，佮闹讲，即阵的下女啊真好请咧，膝头会做较要紧，自安尼掂去。硬着透抽炒菜心的时，明子讲透抽的外母无剃掉，实在真歹过。丽子性地随庆元讲，外母好好的透抽上青，连某落去炒才有滋养，你是捌啥？咱若毋捌，就较掂咧。刷落去，两姊妹啊面拗面臭，目睭讲来讲去，无阁煞话。食饭饱，煞来客厅啉茶开讲。明子先开喙讲，哪会无看伊厝长？伊去台中病院手术结石啊，礼拜才会出院。倒位结石？膀胱甲尿道。话遮煞，丽子知影又阁失喙啊，加互明子杀着经体话病。明子暗痛伫心肝内，虽接袂讲，听讲即款手术了后会好嘛袂完全，你敢毋知？我真正毋知。
例子因为无意无义，袂爱信领主的话手，眼目袂晓看三色的领主，阁煞话。我听阮隔壁有一个张太太，伫讲因翁共款结石啊去开刀，甲我头讲进前2冬就无啥会放着，嘛袂定兼袂笑，恁翁敢会安尼？例子面有淡薄仔变变讲，甲你也无伫台，你问这要年，平平姊妹仔台关心一下，敢袂使？丁甲软是我甲厝长的代志，敢爱讲互你知？毋讲就刣，有啥稀罕嘞？可真正是无怪去一条，是讲有当时迄种家庭教育嘛是真有坎坷啊。一直淡仔咧讲东讲西，还袂嫁出伫厝内底讲，就无一定遐适当啊。佮讲个人嫁出去啊，佮淡仔咧讲东讲西来真正。但过世间上就是有即种能力，你也有法度。食饱伊赢，掠输身躯的一大堆安尼，所以有当时就是莫讲遐尼济，较无放，也无怪即马大部分人拢讲一寡食的较有影吼。凊来就要食嘛，敢毋是安尼？好啦，时间敢若到，转来谈咱的1980啦。1980这个小撒，我来讲，有建议去看迄个啥，台湾碧合安尼。台湾碧合这个戏出真正当时。我看第2遍，看第2遍，看到30几集吧。第1遍敢若是几多年前看，所以台湾戏出伫网络顶悬 ，YouTube 顶悬佫找会到啦。所以大家看朋友就像可以啊，好，农场课啦，吼。继续来读这个1980到305页农场课。欧伯人留啊笑一下，你是图样内底的气角 ，Winston。你是一只爱愈调的垃圾，我拄则敢毋是有甲你讲，咱和英国的迫害者拢无共，消极的顺服阮无满意，搁较悲剧嘛无共。阮爱你上尾是照你的自由意志，甲阮投降。阮袂为着异端者抵抗，就甲因消灭。实际上是因也晓咧抵抗，阮就袂甲因消灭。阮叫伊改信，阮掠着伊的心内，阮掠着伊的内心，阮甲因改造，阮甲因的恶性甲迷茫拢毁坏掉，甲因带来阮这边，毋是表面上，是真正为心甲灵魂，这彻底改造就对了。后一页，我看看伊迄个物件来刷一下。凡事进前，阮甲因变做阮的人，阮袂用阮错误的思想，也阁存在伫世间的任何所在。毋管是有偌秘密、偌弱势，就准是人死的迄当阵，阮嘛不准伊有思想偏差。伫古早时代，异端者行向火星跳，也是异端者，阁花头起面咧画因的邪术，连罗西亚大打仗的被害者，行伫刑场路要去食庆子的时，反击思想嘛也是锁伫因头壳碗内底。那阮是甲头壳处理甲实全，那阮是甲头壳处理甲十全啊，才甲崩掉。古早的专制政权是命令你袂使，极权政权是命令你着爱，阮命令你着死。阮带来遮的人，无一个会搁再反抗阮，阮拢甲因洗互清气，连你捌相信是清白的迄三个了然的叛徒 Jones 有啦，好吧？看到因慢慢啊后去，哀啦、求啦、哭啦，到落尾就拢毋是疼痛甲惊吓，剩忏悔、结案的时，因不过是人空尔，壳内底敢若剩对家己因过行为的悲伤遗憾，甲对大兄哥的爱。看因遐尼敬爱大兄哥，实在使人感动。因阁恳求阮赶紧甲因庆杀，趁因的心要清洁。
到到这，所以变成就是伊武甲遐个人就是啥，求生不灵，求死不得哦。因迄支那人上爱来这招的安尼，所以对因来讲是5月33这条，听讲是安尼是。讲什么字数啊？因为在讲什么？你袂使，伊是用，伊内底是用大字写 ，Road Art， 而且佫是古典字。毋过古典字，伊颠倒就无甲伊处理做古典的，所以伊颠倒看袂出来。伊安尼处理，就看袂出来讲因的英文有迄种古典字的用法。Shoot, thought, art， 毋知这敢若是古典字尔。当然无知无读，就敢若外国人读文言文相款嘛。你爱读偌久，咱受迄种中华民国教育的读无够济嘛，是无材料知捌的啊。所以开甲尔济时间伫读遐文言文，到底是有材料创作无？即马已经足久毋捌看过有人伫用文言文创作啊。有可能是因为我无够认真，无去找啦，我也无兴趣去找啦，所以这个什么技术？集成哦。But we make the brain perfect before we brought it out， 甲崩掉。perfect， 所以 perfect 应该是爱读十全啊，是十全十全，应该是十全的款吧，较认真。因为迄个啥，迄个做看下伊有啥物讲十全十全，十全大补汤，所以应该爱十全哦。应该是爱读十全，因为十全是十全大补汤啊。台日新书嘛是讲十全嘛，因为十全是迄种的啊。就是要来读唐书宝记，十全，看下咧，台日大书店，台日新书即个十全是安怎讲？310页，所以下页。进前咧处理的时候，咱拢无去注意到这种下页的状况。学本真十全，歹到十全。水无十全，歹无加两票，敢若是安尼。迄个查某十全水。水甲真棒就对啊！十分呢，得去地。好啦，我哋应该是十全啦，袂使读迄个十全是。伊的声音变甲亲像在喊鸣。我看下伊的声音变甲亲像在喊鸣。伊的声音变甲亲像咧喊鸣，拄则迄款落跳甲空颠的热光还伫面里，伊毋是你一字。Winston 心肝条，伊看迄个高档，但是
优雅的身影散步来去，行入，搁行出伊的世界。欧本是一个各方面拢比伊较大的存在。伊有想过，也是会想到会注意。无一个毋是欧本人足久以前就知影，检讨过，搁已经歹忝不忝啊。譬如当初啊，当然即个词可能会使互做啥？华台共同词哦，驳斥，那个驳斥，看咩啊？驳斥，用我来说就款，驳斥中文都嘛利用嘛吼，只是台语读当然是读博修啊，所以照你讲的，你应该是啥？教不会修这个书吧？我看看下，我教你老师这个书，伊迄是讲台华山定理书店博七，竟然无奇怪，可能伊无即字，看来伊无即字哦，哪来呢？那我哪里找我？伊无爱我内查，所以我搁找去，那博的，对啊，到这也是有帮博、报刊、反驳、驳回、驳字，到底无？伊到底无收有驳的无？迄个驳铁、驳切，好啦，可能就安尼吧，驳切就驳切。台华山定理书店有收即个驳切，即个书，无好读。驳切，等一下。看较大的存在，驳斥的，已经驳斥了。伊的心地包含 Winston 的，若是安尼，欧本哪有可能是笑的？罢免是 Winston 才是笑的。欧本停落来，所以这个转移的是一直的会，有当啊抓袂讲介准讲到底是转还是转？我直觉是读转啊，转严的啊，因为是，伊即摆是 grown，his voice had grown stern again， 所以转严的，进前迄个是，进前迄个转是 become， 啊，即摆只是 grown。转严的，莫想象讲你会当救你家己啊 ，Winston。不管你对阮投降甲偌彻底，拢莫想，无一个打叉的人会得到饶赦。就准阮决定放你享天年，你嘛永远走袂离，你嘛永远走袂离开阮。你伫遮所经历是永远的，这点爱先了解。阮会甲你修理到袂翻头的地步，准你活1000年也袂亏空。你永远无才调，搁再有普通人的感受。你会为内底死透透，爱、友情、生活的快乐、笑面、好奇、勇气，也诚实。你永远无度搁再享受。你会变甲空，阮甲你这个空，则搁甲阮家己灌入去内底，真正是粗残的对对哦。讲起迄个啥，台语迄个特殊的三塔字空，伊是安怎讲 ？empty。You will be hollow， 规个
中啊拢空的就对啊。You will be hollow， 你会变甲空。Squeeze you empty， 阮会甲你挤个空。And then we shall fill you with ourselves， 吼，结果甲阮家己灌入去内底，毋过伊是用 fill， 所以用灌入去内底，真正是。伊暂停，得有啥物重型机器塞来到伊个头后壁。Oberyn 伫床边坐落来，面含伊个面碗平悬。叫个你碗甲迄个领是有一个啥？碗意的意思，毋过伊就是用，这是用 almost on a level with Winston。3000，伊为 Winston 头壳底两边，甲 Winston 的鬢边刺咧，感觉湿，伊为一个，搁着受疼，新的疼法。Oberyn 一只手放伊的手，要亲切款。There was pain coming, a new kind of pain. Oberyn laid a hand reassuringly, almost kindly, on his。这真正英语太深了，读袂来。即摆袂疼，伊讲，目睭掠定看我的目睭，即时起一个毁灭的大爆炸，也是敢若是爆炸。随风有声，嘛无确定。At this moment, there was a devastating explosion, or what seemed like an explosion, though it was not certain whether there was any noise. 玉林来啊！我是呾读到这个308也有一句，迄敢若怪。随风有声无，嘛无确定，就是无确定有声无声。Whether there was any noise, though it was not certain， 无法度确定，毋知到底有声无声。即时起一个毁灭的大爆炸，也是敢若是爆炸。随风有声无，嘛无确定。At this moment, there was a devastating explosion， 毁灭性的 devastating explosion over what seemed like an explosion， 也是敢若是爆炸，毋是爆炸，毋知影。Though it was not certain， 无法度确定 whether there was any noise， 连声音都无，嘛无法度确定。所以随风有声无，嘛无较知影，因为 Winston 是讲规个去用绑的，也是安怎啊？两点，通可能有小可去用扎起来、读起来是安怎吧？无确定。好，我继续读这段，你若对着这继续读也是分享讨论的吼。海底有死一个互人目眩的强光 ，Winston 无感觉疼，只是喜气。伊本底就坦笑倒咧，煞莫名感觉即马红一个才倒做即个姿势，一个爽快袂疼的力，甲伊身躯舔甲平，头壳内底嘛有啥物个发生，目睭搁再会当对焦的时，伊会记得家己是啥人，伫倒位，嘛会认得咧甲伊前的迄个面，毋过啥物所在有一大块空白，若像因脑的一部分互乌掉啊！
吼，这真正就是洗脑，是啥物？甲伊啥 delete 不？delete 还是 erase？ 唔知影。哦，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真正不了恐怖的一个迄个啥状况哟。哦，我看卖伊即个伊即句话有啥物一寡字词，一个爽快袂疼的力，爽快袂疼，看卖 it already been lying on his back， 对，伊就讲摊笑倒咧嘛吼 ，lying on his back， 遮尔强的 back， 就讲咱讲摊笑就是面向天棚，啊摊起就是金架头，两个金架头分别向天棚甲向面床房嘛，面就是看对水边的方向嘛，或者摊起嘛，所以。He had a curious feeling that has been knocked into the position. A terrific painless， 无是疼，袂疼。And that a terrific painless blow had frightened him out. Frightened， 这个讲啥？爽快袂疼，这里是爽快款。Frightened him out。所以有当阵即个，他袂讲迄个啥，可能是毋是个 frightened him 有几落迄个什么 flat 是毋是一个词？哦，啊，然后加 en， 搁加 ed， 或者对变的。啊，毋过伊讲。还是我敢若查字安尼，可能无适当，爱查一个算讲话句还是啥物话安尼。Flatten out, rising.